大批示威者佔據金鐘干諾道中同夏慤道，同警方衝突，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佔領中環，正式啟動。佔中運動凌晨宣布啟動佔領中環行動。以達到脅迫中央同埋特區政府嘅行動。梁振英話反對以脅迫嘅手法迫使人大常委會撤回政改決定。各位新聞嘅詳細內容。佔中運動發起人凌晨宣布啟動佔中行動，抗議人大為政改落閘。大批示威者下晝衝入金鐘一帶嘅馬路，要求到政府總部。警方近啱啱6點開始多次施放催淚彈驅散。金鐘政府總部外面，警方同示威者喺防線嗰度對峙。警方下晝6點開始發出多枚嘅催淚彈，現場嘅示威者四散。現場消息話咧，警方至少分咗3次發放多枚嘅催淚彈。有人就覺得唔舒服，立即係用清水洗面；有人就喺馬路中間咧用毛巾揞住塊面。見到啦，部分人係情緒激動。記者嘅方式去回應梁振英，警方都要用一個咁暴力嘅方法。在場咧唔少人咧都係用毛巾遮住塊面。警方下晝6點之後咧，喺金鐘一帶清場嘅時候舉起標語，警方向示威者展示嘅一面寫住會施放催淚彈，另一面呢就寫住警告示威者散開，否則可能會開槍。示威者嘅麻煩去翻後邊。嗱，而家見到咧係金鐘一帶嘅畫面嚟㗎。見到頭先啱啱喺6點鐘施放完催淚彈之後咧，而家約莫半個鐘頭之後咧，示威者咧又已經係企翻喺夏慤道嘅位置嗰度。頭先咧施放完催淚彈之後咧，一度係有示威者向警員咧係掟一啲嘅雜物。而家見到咧情緒咧，佢哋仍然係有啲嘅不安啦。唔少嘅示威者咧，亦都係早前係舉起雙手咧，以示佢哋嘅抗爭係和平理性同非暴力㗎。繼佢哋施放完催淚彈之後咧，都未見警方啦係將防線推前。林彥邦而家喺添美道同埋夏慤道交界，你嗰度嘅情況係點啊？係，我而家咧就喺金鐘呢個添美道同埋夏慤道嘅交界㗎。咁較早前大概喺6點鐘左右啦，警方大概喺15分鐘之內啦，先後3度咧就施放催淚彈。咁每次咧大概係有2至到3個催淚彈。咁喺警方施放催淚彈之後咧，本來咧呢一個夏慤道咧就企咗唔少嘅示威人士，咁佢哋咧就隨即咧就散開咧，就退到去咧近呢一個海富中心咧，同埋兩邊嘅演藝學院，咁同埋中環律一帶㗎。咁而喺警方咧施放完呢個催淚彈之後啦，咁嗰啲示威人士咧又陸續咧逼近翻警方嘅防線。咁目前咧佢哋已經咧翻去原本嘅位置啦，並且再次咧打開咗遮咧，就同警方喺現場嗰度對峙。而喺呢段時間入邊咧，警方就多次咧就舉牌咧就警告，咁就叫啲示威者咧就唔好衝擊警方嘅防線，否則會使用武力。咁同埋咧就用呢個大聲公呼籲，就話佢哋參加緊嘅非法集會已經多次咧就多個時間咧就佔據咗呢一個道路，就要求佢哋離開。咁但係集會人士咧就表明佢哋會繼續留喺度啦。咁亦都有頭先咧吸入咗催淚氣體嘅人士咧就不滿警方嘅執法，咁認為咧佢哋咧就並冇咧就使用武力啦，警方唔應該咧用到催淚彈嚟驅散佢哋。咁我哋會繼續跟進最新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報道。唔該晒。咁而另一個記者吳景俊啦，而家就喺金鐘海富中心對出㗎。咁你嗰邊嘅情況係點呢？
係啦，我呢個位置咧就係比起頭先林健鋒嘅位置咧稍為後少少。頭先呢，一施放催淚彈嘅時候咧，基本上係相當大範圍咧都受到影響㗎，因為呢個風勢咧都唔弱，咁所以咧一放出嚟嘅時候咧，催淚煙咧就係一路向西吹，咁可以見到咧示威者哋一路向住中環嗰邊散，咁聞到催淚煙咧係會揦面啦同埋揦喉㗎，咁所以好多示威者咧盡量向後褪，而家咧就已經係去翻佢哋原本嘅位置啦。嗱，我喺比較後勤嘅地方，佢哋做緊啲咩咧？就不斷將一啲眼罩啦、口罩啦、剩餘嘅物資咧，譬如水啦、遮啦，一路運上去前邊，咁就咧係供應俾前線嘅佢哋嘅示威者。我呢個報道暫時咁多，先交翻新聞部。好啊，咁大批示威者咧喺下晝4點鐘左右佔據政府總部同埋金鐘海富中心之間多條嘅行車線㗎，並且係同警方爆發衝突。警方封鎖示威範圍之後，一批未能夠去政府總部嘅示威者喺海富中心對開，要求警方開路。警方舉起警告牌，呼籲佢哋停止衝擊。雙方開始推撞，有示威者打開遮，部分人就高舉雙手。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霧，有人跌咗落地，有警察亦都受傷。部分示威者走出馬路同警員對峙，嚟嘅人越嚟越多。有示威者越過警方設置嘅水馬，衝出馬路，連同之前衝出嘅一批示威者，堵塞夏慤道同埋干諾道中東西行線，交通受阻。之後，示威者曾經讓出東西行各一條行車線俾汽車通過。示威者推進到政府總部對開嘅馬路，同警方隔住鐵馬推撞。戴上防毒面罩嘅警員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亦都有警員揮動警棍。同一時間喺距離唔遠，告士打道近演藝學院嘅天橋，警方組成人鏈，同大批坐咗喺地下嘅示威者對視。咁記者譚美琪咧，而家就喺政府總部嗰度㗎。而家你嗰邊嘅情況係點呢？嗱，我而家呢一個位置咧，同林彥邦同吳景俊就唔同，我係喺咧政府總部嗰一邊嘅添美道，喺警方防線嘅另一邊嘅。咁講翻咧，頭先咧喺施放催淚氣體之前呢，其實喺呢一邊嘅示威者咧係有保持到克制，並冇咧係衝擊警方防線啦，或者係同警方咧有任何衝突㗎。咁當咧夏慤道嗰邊嘅示威者咧係同警方爆發衝突嘅時候咧，喺我呢一邊政府總部嘅呢一啲示威者咧，佢哋大多數都係舉起咗雙手，就係希望向警員講佢哋係唔會衝擊，咁但係同一時間呢，警方向夏慤道嗰邊施放催淚氣體之後呢，就向呢一邊呢係同時間呢都係放咗啲催淚氣體。咁當時喺呢一度呢，一群嘅示威者呢亦都係馬上四散嘅，甚至喺混亂之間呢，我哋見到有一啲女子呢係倒地，要由救護嘅人員呢係協助先至可以起得翻身。咁然之後呢，大會原先呢係喺差不多同一時間呢，就準備係開個記者會呢，回應翻行政長官梁振英個記者會㗎。咁但係由於情況呢，當時都係幾混亂啦，記者會就取消咗，而大會亦都馬上呼籲咧喺政府總部嘅一啲示威者咧，馬上向海皮嗰一邊去啦，亦都唔好再同警方發生衝突。而家現場所見呢，特別係夏慤道嗰一邊嘅一啲示威者同警員嗰個對峙情況咧，仍然都係繼續緊。而喺我哋呢一度咧，亦都見到有好多咧攞住呢一個盾牌同戴住頭盔嘅警員咧喺呢一度戒備。我哋會繼續留意住最新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啊。行政長官梁振英下晝聯同負責政改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同埋負責保安工作嘅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警務處長曾偉雄召開記者會，回應佔領中環。梁振英話反對以脅迫嘅手法迫使人大常委會撤回政改嘅決定。行政長官梁振英喺記者會開宗明義反對佔中。佔中係以違法手段，以癱瘓香港核心地區運作，以達到脅迫中央
同埋特區政府嘅行動。呢個唔係一般嘅市民意見表達嘅方式，而係違法嘅脅迫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嘅決定係嚴格按照基本法相關規定，同埋詳細同埋慎重考慮過香港特區嘅實際情況同埋香港社會各界意見而作出嘅，係具法律效力嘅。我本人同埋特區政府呢都冇權力係脫離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呢嚟到去執行香港嘅政改嘅。梁振英多次重申對警方執法絕對有信心。我同埋特區政府嘅高層呢，絕對信任警方嘅專業判斷，佢哋嘅專業訓練同埋佢哋執行佢哋嘅任務嗰個專業性嘅。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就呼籲集會人士盡快離開。而家示威人士對交通嘅影響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已經係造成咗一定嘅影響。咁如果呢啲非法嘅示威嘅行動係持續到明日呢，肯定嘅影響更加嚴重。咁當然警方亦都有責任呢，係去恢復社會秩序，會視乎當時情況採取適當行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理解學生關心時事同社會。我係做大學生嘅年代咧，都有參與一啲社會嘅運動嘅。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認同嘅。但係呢個必須要喺合法、和平、理性嘅環境之下進行。而且我真係喺呢度呼籲咧，喺表達呢啲意見、進行呢啲運動嘅時候咧，一定唔好傷害到自己啦。更加唔好傷害到關心佢哋嘅父母啊！佢又話：學生星期五晚爬圍欄入去嘅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並唔係公眾空間，係屬於政總管有嘅地方。無線電視記者曾百惠報導。就香港一部分人發起佔中，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話：中央堅決反對各種破壞法治同埋社會安寧嘅違法行為，充分相信同埋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係凌晨喺添美道集會嘅現場正式宣布啟動佔領中環，並且提出2個訴求，包括人大常委會撤回政改嘅決定同重新啟動政改。咁大家準備咗去飲㗎咯喎，而家即刻開始㗎咯喎，飲杯！佔領中環3個發起人喺凌晨1點半過後喺添美道集會台上正式宣布啟動佔中。喺度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佢哋同時提出2個訴求。第一，撤回決定，就係要人大常委撤回嗰個唔民主、唔公義嘅落閘決定。第2個訴求，重啟政改。我哋要求特首梁振英必須重新交出一個能夠反映到香港市民真實意願嘅政改報告。若果佢唔能夠做到，佔領中環嘅行動將會升級。另一個佔中發起人陳健民重申，參與者唔能夠反抗警方拘捕。我哋要打贏呢場戰爭，唔係靠拳頭，係靠我哋香港人嘅良知，係靠我哋香港人嘅道德情操。所以我懇請大家係要持守呢一個和平嘅原則。星期六曾經講過唔會提早佔中嘅戴耀廷事後解釋，揀呢個時候啟動佔中嘅原因。你睇到喺而家係1點幾，接近2點鐘凌晨，你見到呢度仲旺過旺角，咁我諗你知道我點解我哋會做咁嘅決定。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喺朝早有集會人士打算由龍匯道運送音響器材到集會場地，警方話集會非法，阻止佢哋進入。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張超雄、何俊仁同埋真普聯鄭宇碩同埋民主黨前主席楊森涉嫌阻差辦公被捕。放人！歸還物資！歸還物資！一批示威者坐喺龍匯道馬路，擋咗喺一架警車前面。放人！放人！歸還物資！歸還物資！
警員喺警車旁邊戒備。警方將音響器材陸續送上警車。有示威者俾警察抬起。朝早大約11點，有集會人士打算搬一批音響器材進入集會嘅範圍，警方阻止。以下呢啲嘅嘢呢，我哋相信呢係會用在呢個非法集結之中。呢啲嘢呢，我相信杜生路呢係會帶去我哋已經宣佈咗一個非法集結嘅會場，用作協助非法集結之中。咁我而家警告你啦，我哋嘅同事就已經抄低咗一資料，而你喺遲啲嘅時間呢，有可能會被拘捕同埋檢控。學聯通知示威者同立法會議員到場聲援，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張超雄同何俊仁等泛民人士到場表示可以由佢哋將物資運送入去。我哋一路都願意被拘，有心響係保證有秩序，連音響都唔俾，點維持秩序咧？嗱，我哋咧真係非常之憤怒。我哋尤其是3個立法會議員同埋阿教授阿森哥咧，我哋講到明我哋負責嘅。但係呢啲音響咧係我哋3個人辦事處咧係要用嘅。部分人被帶上警方嘅車，並且送到黃竹坑警察學校。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導。各位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睇金鐘集會嘅消息。新嚟有。各位，我哋再睇翻金鐘集會嘅消息。咁記者詹前永呢，而家喺政府總部嗰度啦。係啊，大會呢啱啱就有宣佈啦，講咗啲咩呢？係啊，學聯啦，同埋佔中啊，因為信號有問題呢，我哋一陣間先同詹前永傾下啦。警方呢係挨晚呢繼續喺金鐘同示威者對峙㗎。我哋而家呢畫面見到係現場嘅情況嚟㗎。我可以見到咧喺金鐘夏慤道對開啦，夏慤道嗰度咧仍然係有大批嘅示威者係逗留㗎。警方咧挨晚咧繼續喺金鐘同示威者對峙。特區政府發言人咧就啱啱發表聲明，話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今日凌晨發動佔中，導致混亂。政府呼籲佔中發起人以香港整體嘅利益同參與者安全為重，履行先前嘅承諾，喺佔中出現混亂嘅時候停止佔中行動，即時解散佔中嘅集會。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同埋學聯正副秘書長仍然被扣查，警方曾經到3個人嘅屋企搜查。黃之鋒下晝透過律師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黃之鋒嘅代表律師話：黃之鋒前晚被捕之後，俾警方警戒下一直保持緘默。警方尋晚帶黃之鋒翻屋企搜查，警方亦都完成咗科學鑑證。律師話啦，黃之鋒只係干犯輕微嘅罪行，只係得17歲同埋冇案底。警方到而家仲未落案起訴，認為警方冇合理理由繼續拘留佢。律政司代表話，警方喺黃之鋒嘅寓所攞走手機同埋電腦。發現佢煽動他人闖入政府地方，唔單止係煽動者，更加係親自參與。事件導致11個保安同埋4個警員受傷。睇下其他消息，政府啱啱公布第3季賣地計劃。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出席本台節目講清講楚嘅時候話，改劃土地嘅進度比起預期慢，要變陣加快港鐵同市建局嘅項目招標，保證全年土地可建單位數目達標。政府2年嚟喺全港鎖定150幅社區用地同綠化帶土地，希望改為起公私營房屋，提供21萬個單位，佔未來10年建屋目標47萬個嘅接近一半。咁當中70幅嘅綠化帶佔地大約150公頃。呢150公頃係全港綠化地帶嘅1%，提供到大概8萬個住宅單位。如果我哋考慮仲有咁多人排緊隊上公屋，仲有咁多人住劏房，樓價咁高，所以我哋一定要作出取捨嘅。嗱，有3成嘅地咧就係用嚟做即係私人發展嘅，即係而家啲私樓起身新屋都係慢慢升一尺，都係千萬嘅豪宅。
基層買唔到、負擔唔到嘅喎，會唔會呢啲都係一啲就算增加咗供應，都係一啲假嘅供應咧？話將啲綠化地帶改劃愛嚟起，純粹愛嚟起私樓，呢一個咧係歪曲事實嘅，有70%以上係公營房屋。第二咧就係我哋必須要睇清楚嗰啲人反對嘅時候，佢講嘅原因同埋實際嘅情況係點。同佢講話，不如我將呢度探討愛嚟做公營房屋嘅時候，佢話你千祈唔好啊！你影響我啲樓價。我哋社會咧其實有好多人咧係唔符合住公屋居屋資格嘅，要有私人住宅嘅供應去解決佢嘅居住問題。佢話政府已經預留更長時間同地區商討改劃土地用途，因此要變陣，加快港鐵同市建局嘅項目招標。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導。石澳道有4車相撞，其中一架私家車着火，司機燒死，另外一個人送院之後不治。私家車嚴重焚毀，斷開咗2節。現場係石澳道近土地灣，凌晨大約4點半，4架私家車連環相撞，其中一架私家車着火，司機被困喺車廂裡面，當場燒死。另外4個人被送去東區醫院，其中1個人其後證實死亡。我哋睇睇金鐘集會嘅現場情況。嗱，而家見到咧，示威者咧都係企咗喺馬路上面㗎。啱啱啦，亦都係現場消息話咧，警方咧又係舉起咗一啲嘅警告標示。今次咧就係唔係展示黑色嗰邊話會施放催淚彈，而係咧展示咗橙色嗰邊警告可能會開槍。現場消息亦都話咧，見到係有警員攞住長槍㗎。嗱，而家畫面見到啦，黑色嗰面咧係向住警方自己嘅，但啱啱咧就係施放咗催淚彈。大批嘅示威者咧係即刻四散。見到啦，警方頭先係啱啱咧再施放咗催淚彈，示威者咧亦都係立即四散㗎。喺施放催淚彈之前咧，警方係有舉起佢哋標示，黑色嗰面咧就係寫住警告會放催淚彈。另外橙色嗰面咧，亦都咧係寫住會係可能開槍㗎。嗱，呢一個現場咧係演藝學院對出嘅馬路嗰度嚟嘅。見到警方咧係將個防線係推進咗啲。政府咧啱啱咧係亦都係發咗一個呼籲啦，咁就希望佔領中環嘅發起人咧以香港整體利益同埋參與者安全為重，履行佢哋先前嘅承諾。喺佔中出現混亂嘅時候，停止佔中行動，即時解散佔中集會。現場見到咧，警方係不斷將佢哋嘅防線係推前嘅。警方咧第一次施放催淚彈係接近6點嘅時候，警方係向告士打道聚集嘅示威者發放催淚彈嘅。咁現場消息話咧，喺嗰個位置咧，至少係分咗3次發放多枚嘅催淚彈。而家我哋睇緊嘅位置咧，係演藝學院對出嘅馬路。施放咗催淚彈之後咧，現場咧見到好多示威者都唔舒服啦，即刻都係用一啲嘅毛巾遮住塊面。
啱啱咧，亦都係再施放多一次嘅催淚彈，亦都係咧係趁放完催淚彈之後咧，再將防線推進咗啲。示威者咧亦都係四散開。唔少嘅示威者咧都係早有準備啦，戴咗一啲嘅眼罩同埋口罩。喺金鐘海富中心嘅位置，見到示威者咧都係向後褪啦。原先咧嗰一部分嘅下角度咧係企滿晒示威者。警方喺施放催淚彈之前呢，係舉過標示嘅，黑色嗰面嘅標示咧就係警告會施放催淚彈，另一面呢就寫住可能會開槍。而部分嘅警員呢，亦都係見到佢哋係揸住一啲長槍。到目前為止咧，一共係放咗大約4至到5次嘅催淚彈。最初放咧就喺6點鐘喺告士打道政府總部外。最近放嘅一次，啱啱放嗰次咧，就係喺約莫3-4分鐘之前喺演藝學院對出嘅馬路嗰度。而家見到一啲示威者係不斷向後褪啦。海富中心對出嘅下角度咧嘅示威者四散。清楚見到啦，橙色嘅標示嗰度係寫住可能會開槍。啱啱咧，現場咧亦都係見到有揸住盾牌嘅警員咧，係行出咗干諾道中嘅。畫面左邊嘅畫面咧，本來都係企滿晒示威者嘅，而家咧施放完催淚彈之後咧，又已經係向後移走咗啦，佢哋。而家見到啦，清楚見到一啲揸住盾牌嘅警員係企咗喺馬路中間，亦都有揸住長槍嘅警員，戴住一啲嘅防毒面罩。嗱，啲警員出嚟之前呢，警方係舉起個旗幟，橙色嗰面寫住要示威者散開，否則可能會開槍。我哋記者林彥邦而家喺外面嘅情況係點啊？林彥邦，係我而家咧就喺金鐘嘅夏慤道同埋添美道嘅交界啦。咁大概咧係喺5分鐘之前啦，就有警員咧就列成一隊啦，就由呢一個演藝學院嘅方向，咁咧就逐步咧就開過嚟咧呢一個政府總部呢一邊。咁期間咧就多次咧就施放呢一個催淚彈啦，驅趕原本咧就喺呢一個馬路上邊集會嘅人士。咁啲市民咧見到咧有啲催淚彈之後啦，就陸續散開。咁然之後咧，原本喺兩邊馬路嗰度戒備嘅警員咧，就出咗嚟馬路呢一度咧，就組成防線。咁咧喺呢度嘅警員咧，亦都包括咧一啲咧帶住長槍啦、戴住呢一個頭盔同埋防毒面罩嘅警員㗎。咁而咧，佢哋而家暫時嗰個清場行動咧，係完成咗一邊嘅行車線。咁但係咧，比較接近呢一個海富中心嗰一邊嘅行車線咧，目前仍然係有一啲示威者企咗喺度㗎。咁我哋會喺度繼續跟進住最新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嚟睇翻現場情況啦，見到啦左邊嘅畫面咧，有示威者係舉高雙手㗎。咁佢咧就係希望響應翻佔中運動啦，就係和平理性咁樣，唔會用暴力。見到警員咧，而家已經咧係個防線推進到去喺海富中心外嘅夏慤道嗰度。啱啱又再放多次催淚彈，亦都係海富中心對出嘅政府總部嗰邊嘅行車線。
本來企喺嗰一邊嘅行車線嘅示威者咧，都爬過石壆，走咗向近住海富中心嗰邊嘅馬路嗰度聚集。見到唔少嘅示威者都戴上口罩，用手遮住塊面，戴住眼罩。警方第一次咧去放呢個催淚彈係喺6點鐘嘅時候，而家到咗7點鐘左右，仍然咧都係施放緊催淚彈，希望咧將嗰個防線推前啲。清場行動咧，而家咧係完成咗喺夏慤道一半嘅行車線。而家見到示威者同警員對峙，示威者係舉高雙手，顯示佢哋係和平同埋非暴力。警方施放催淚彈之前咧，有舉高過佢哋嘅旗幟，黑色嗰邊啊寫住會施放催淚彈，橙色嗰邊咧就寫住要示威者散開，否則可能開槍。頭先我哋都見到一啲着住綠色軍裝嘅警員咧，戴住防毒面罩，攞住長槍咧，係行咗出馬路中間嘅啦。同一時間，亦都有一啲揸住盾牌嘅警員。而家見到示威者企咗喺近海富中心嗰邊嘅馬路嗰度，但馬路中間咧已經係示威者已經冇乜示威者㗎啦，已經係俾警員嘅防線企咗喺度。現場亦都係有啲指揮官喺度布防。原本我哋見到咧畫面嘅左邊咧係企滿咗示威者嘅，而家咧佢哋已經係褪咗去過咗政府總部，去行去海富中心嗰條天橋嘅後面。相信都已經係移開咗約莫100零200米嘅啦。右手邊畫面見到，又再一次施放催淚彈。呢一度咧就係演藝學院對出嘅馬路。點解示威者會企滿晒馬路咧？其實就係喺約莫3點零4點嘅時候咧，警方就宣布會封鎖咗呢個嘅集會範圍。咁唔少咧想參加集會嘅示威者咧，未能夠去到政府總部外面啦。咁所以佢哋就企咗喺海富中心對出嘅馬路嗰度。咁咧就一度同警方推撞，咁就一路將警方嘅防線推到去政府總部嗰邊，示威者亦都企滿咗海富中心對出嘅幾條行車線。咁雙方咧一度對峙，到咗約莫6點鐘左右啦，警方喺海富中心對出嘅馬路第一次施放催淚彈。
原本企滿咗示威者嘅馬路啦，而家係企滿咗一啲警員喺度布防嘅警員，揸住盾牌嘅警員，同埋一啲着住綠色軍裝、戴咗防毒面具嘅揸住長槍嘅警員。嗱，記者譚美琪咧都喺現場嘅。譚美琪啊，而家嗰邊嘅情況係點啊？譚美琪嗱係啦，我而家咧就喺翻政府總部對出咧，佢哋台前嘅地方㗎。見到咧佔中咧3個發起人啦，一啲泛民主派議員啦，同埋學聯成員咧都喺呢一度㗎。咁學聯咧同學民思潮咧，啱啱就向政府咧發出咗一個嚴正嘅聲明啊，批評咧佢哋即係頭先咧剛才係施放嗰個催淚彈㗎。咁咧佢哋個聲明裏邊咧就認為啦，佢哋咧示威者咧並冇使用過任何暴力，過程中咧亦都係相當克制啦。但係警方咧就向市民咧出動咗呢一個胡椒噴霧啦、警棍，甚至係催淚氣體啦，係咧用呢一個暴力咧係打壓一啲手無寸鐵嘅示威者㗎。咁佢哋咧就再強調咧，需要係政府咧回應佢哋4點嘅訴求，包括咧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同埋政改3人組咧係落台嘅。咁政改3人組就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啦、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啦，同埋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嘅。並且佢哋亦都要求人大常委會咧收翻個決定，同埋希望咧政府去開放呢一個政府總部東翼廣場咧，以及係添美道俾群眾集會。同埋第4點訴求咧就係話咧嚟緊嘅呢一個政改咧公民提名係必不可少嘅。咁佢哋咧喺個聲明中就話啦，要求政府咧係喺今晚12點嘅時候回應，否則咧佢哋就會將行動升級。咁大專學界同中學生咧將會無限期罷課，並且呼籲全港市民罷工罷市㗎。咁剛才咧係包括呢一個佔中嘅發起人啦，陳健民同戴耀廷就話啦，佢哋而家咧係坐喺個台前咧係等緊被拘捕㗎。咁其中咧佢哋亦都批評啊，認為警方咧今次施放呢一個催淚氣體咧係相當之不該嘅。咁佢哋話咧就會而家喺呢一個現場嗰度咧繼續留守㗎。而一啲泛民主派咧亦都係批評咧今次警方嘅做法㗎。我哋會喺現場咧繼續跟進報道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啊，譚美琪。嗱，我哋繼續睇翻現場情況啦。嗱，講翻頭先呢，就話咧，警方喺施放催淚彈嘅時候咧，就係展示過一個旗幟，黑色嗰邊就寫住警告話會放催淚彈。另外咧，我哋都提過，警方咧曾經好似展示過橙色嗰面，即係黑色嘅旗幟，另外嗰面寫住咧可能會開槍㗎。嗱，啱啱我哋接到最新嘅消息咧，警察公共關係科嗰邊咧就話咧，警方係冇意圖展示橙色嗰邊咧俾啲示威者見到㗎。我哋見到咧係有唔少嘅警員而家已經企咗喺馬路嗰度，包括係一啲揸住長槍嘅警員。至於點解警方咧今次會放催淚彈呢？頭先佢哋喺約莫6點半嘅時候咧，就曾經亦都係發過稿啦，就話政府總部外有示威人士咧係暴力衝擊警方嘅防線，咁佢哋係多次警告都無效，所以咧先至決定提升武力施放催淚彈嚟制止咧罔顧公共安全同埋公共秩序嘅行為。佢哋又呼籲示威人士保持冷靜同埋克制啦，立即停止衝擊防線，和平有序咁離開現場。又見到再一次施放催淚彈，到目前為止咧，都已經係放咗約莫6至到7次㗎啦。嗱，右面嘅位置我哋見到嘅政府總部對出嘅干諾道中咧，就係喺頭1、2輪放催淚彈嘅位置嚟嘅。第一次放咧，提翻大家咧，係喺6點鐘嘅時候。6點鐘放咗催淚彈之後咧，群眾咧係一度散開咗，但係好快咧，約莫10分鐘到啦，就企翻去路面嗰度。咁警方又再一次咧放翻催淚彈。
咁嚟最近呢幾次咧，由第4至到6次左右咧，都見到嗰個放嗰個施放催淚彈嗰個時間咧係短咗㗎。嗱，近住政府總部嗰一邊嘅馬路咧，已經係企滿咗警員㗎啦。示威者咧都爬過咗石壆，走過咗去近海富中心嗰邊嘅馬路。示威者舉高雙手，響應咧和平佔中、和平理性、非暴力。頭先咧，警方係展示過旗幟，話警告咧係會施放催淚彈，但係嗰一面嘅旗幟另一面咧，橙色嗰一面咧就寫住要群眾散開，否則咧佢哋係會開槍。咁曾經咧係一度造成混亂㗎，不過警察公共關係科咧啱啱就話咧，警員係冇意圖展示橙色嗰面俾示威者見到。大家見到警方嘅防線呢，就喺石壆後面攞住盾牌，以防呢示威者再由另一邊嘅馬路衝翻過去政府總部嗰邊。示威者咧最初係喺約莫4點零鐘嘅時候，由海富中心嗰邊嘅馬路一路推進啦過去政府總部嗰邊嘅。原因就係警方封鎖咗今次集會嘅範圍，唔俾佢哋入去裏面參加集會。嗱，左邊見到咧有一架救傷車咧就出現咗，咁相信咧係頭先施放催淚彈嘅時候咧造成咗一啲嘅混亂。嗱，右面我哋見到咧，唔少示威者走上前咧，去石壆嗰度同警員理論，好多人都舉起雙手嘅。原因咧係佢哋響應集會，要和平、理性同埋非暴力。我哋會留意住最新嘅情況，咁請大家留意互動新聞台嘅報導，翡翠台都會隨時為大家報導。